写作的命题核心是什么？那我既然借河来表述感情的意象，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无常变化、冲刷、洗涤，带来又带走。但是你生命成长了吗？你看那个河流沿岸多丰饶，对不对？你可能有水笔仔在，你可能有螃蟹，有什么有小鱼，就是很丰饶的。所以不要去凝视它要走了，反而去看它带上来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个戏剧它在本身男性不是重要的部分也在这里？所以即便到了永贞，他的爱情也是淡淡的带过，因为他本来就要去迎接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感情不是永恒的。